風雨襲港，沿海嘅將軍澳經常受到重創，過百架車被水浸晒，餐廳、公園被沖爛嘅畫面歷歷在目。風季就嚟啦，將軍澳嗰邊準備好迎戰未呢？2024年暴雨襲港，日出康城對出嘅露天停車場曾經係重災區，當時有過百部車輛俾水浸，損失慘重。嗱，你見到咧呢啲位置咧都係一啲新開嘅渠口位嚟嘅。咁啊，除咗呢個位置之外咧，咁我哋呢一欄呢啲咧都係一啲新開嘅渠口啦。咁啊，唔單止新開咗渠口嘅，其實亦都擴闊咗裡面嘅渠道嘅。所以咧，其實呢個位置咧，而家疏水係快咗好多。我哋記得咧，即係之前咧呢個位置咧係經歷咗一個黑色暴雨啦，或者一啲暴雨之後咧，其實都有水浸嘅情況嘅。咁啊，最主要可能後面又係復修堆填區啦，有啲泥石流流咗一啲水啊，同埋一啲泥咧就去咗呢個停車場嘅位置，導致咧就超過100部嘅車輛咧都係浸過籠嘅。咁啊，但係即係自從政府部門啦，尤其是民政事務處帶領唔同嘅部門咧去做咗呢啲嘅工程啦，開拓咗啲渠口位啊，復修堆填區，亦都做咗一啲水位監察儀器啦。咁啊，當然亦都咧定期加密喺一啲渠嘅一啲位置咧，做一啲剪草啊、除草啊、加強疏水嘅工作之後咧，咁啊近呢段時間咧，其實無論黑雨、紅雨、黃雨都好咧，我哋都未見過呢個車場有水浸嘅情況嘅。以往每逢風季、雨季，將軍澳南沿岸不時都會出現浪湧倒灌同埋水浸嘅情況，影響居民同埋商家嘅安全。2025年超強颱風華加莎襲港，將軍澳近岸地區就有多間臨海食肆遭受到洪水同埋巨浪嘅侵襲。華加莎襲港期間，除咗沿岸設施受損，有餐廳嘅玻璃門更加被大浪沖爛，內部設施損毀嚴重。為咗減低颱風湧浪嘅影響，喺去年開始，土木工程拓展署就喺將軍澳南海濱呢一度加建多道擋水牆。早前土拓署亦都已經製作咗攜手提升沿岸抗雨力小冊子，等市民可以了解如何因應颱風襲港做準備，減低沿岸海水淹浸影響，提高大眾嘅警覺性。其實舊年華加莎襲港之後咧，咁我哋將軍澳南呢邊都有一連串嘅一啲即係加強擋水擋浪嘅設施。咁啊，政府部門咧而家都做緊嘅。咁啊，首先咧就係我哋一個見到有分開咗3期工程嘅一個擋水牆啦。咁呢個擋水牆咧其實係1.3米高嘅。咁啊，亦都包括一啲強化玻璃啦。嗰啲強化玻璃咧，如果見到啲海浪大，即係更嚴重嘅時候咧，係可以去伸展去再去提高個高度咁樣嘅。咁啊，呢個1.3米高嘅擋水牆咧，分開3期。第一期咧就係喺呢個澳南海岸對出嘅位置。第2期就係近住調景嶺嘅南塘澳嘅位置，而第3期咧就係喺我哋嘅海濱公園對出嘅位置。咁啊，第1、第2期咧，其實而家部門都加快咗嗰個進度嘅，最快其實係7月底咧就可以完工噶啦。第3期我哋而家都催促緊，希望可以今年年底之前完工咯。其實進度都算比我哋想象中快咗㗎啦，因為你見到咧本身第1、第2期嘅工程咧係要去到年底先完工嘅，咁啊而家佢都做咗幾個月咧，係可以提早完工啦，呢個第一方面啦。咁即使第3期咧，我哋都希望可以再加快嘅，因為而家都風季來臨啦，我哋都非常之擔心會有下一個嘅華加莎出現嘅。呢度嘅工程咧規模都幾大，會唔會對周邊嘅居民造成影響呢？其實你見到咧，呢啲工程咧，其實都係涉及咗一啲單車徑嘅位置嘅。咁換言之喺單車徑上面工作咧，咁一啲踩單車嘅朋友咧，要暫時落車喺行人路上面推車，即係過去其他啲位置嘅。咁不過咧，有時有部分嘅踩單車人士咧，佢哋就未即係貪方便啦，就未必落車嘅，就會直接踩上行人路啦。咁之前我都收過一啲街坊反映咧，即係有啲人車爭路啊，甚至即係一啲意外差一啲發生嘅。咁我哋都向政府部門反映咗呢個意見之後咧，咁佢哋都即刻做咗嘢嘅，即係譬如加咗一啲告示牌啊、警告牌啊，提醒啲踩單車朋友要落車啦、推單車啦。咁啊，我而家亦都有再進一步嘅建議咧，就係
希望一啲繁忙嘅時間啊，或者係一啲假日多人踩單車嘅時間咧，喺一啲緊要嘅位置，即係都派翻一個保安員或者前線人員喺度提醒翻即係踩單車嘅朋友咧，必須要落車，因為咧條路都幾窄啦，即係如果單車加行人一齊行嘅話咧，真係幾容易有意外發生嘅。好似喺跨灣大橋附近嘅海濱公園，華家沙一役就破壞咗唔少園內嘅設施。其實咧，你見到我哋身後跨灣大橋附近嘅呢個海濱公園咧，咁啊華家沙破壞到今日咧，已經係超過差唔多1年嘅時間啦。但係而家呢一刻咧，你見到好多位置咧，仍然係未維修好嘅。咁啊，有啲朋友問話點解咧？點解等咗咁耐都未去即係做維修咧？咁啊，因為呢個位置咧，其實跟嗰個將軍澳南嗰邊海濱公園有啲唔同嘅。嗰邊係屬於一個政府嘅用地公家嘅位置。咁啊，政府嘅部門已經即刻去處理啦。但係呢個位置咧係屬於私人嘅地方嚟嘅。咁啊，即使我哋區議員啦，或者一啲發展項目委員會啊，一啲業委會嘅成員不斷去追咧，但係而家呢一刻仍然係講緊啱啱完成咗招標，仲係一個保險嘅一個階段啊。咁啊，所以我哋都擔心下一個颱風極端天氣過嚟嘅時候，會唔會再次即係而家都未維修好，會唔會再次更加破壞得嚴重咧？咁我哋都希望咧，即係政府部門啦，譬如康文署啊，或者地政署，可唔可以接管翻呢個位置咧？就跟我哋將軍澳南嘅海濱公園就有翻個嘅一致性啦，因為成個我哋將軍澳嘅一個跨灣大橋或者海濱長廊咧，係一個5公里嘅連貫嘅單車徑同行人路嘅，呢個係其中一個部分。將軍澳南嗰邊又係另一個部分，咁我哋都係希望可以有個連貫性。呢度圍封咗咁耐啦，會唔會對附近嘅居民有影響咧？絕對係好大影響嘅。其實呢個位置咧，旁邊就係我哋一個接近10萬居民嘅一個屋苑啦，好多小朋友啊，好多一啲家庭咧，其實都係需要用到呢個公園啦，做下晨運啊，或者喺度玩下咁樣嘅。咁但係即係已經圍封咗1年嘅時間啦。咁我哋都擔心呢啲嘅保險啊、招標啊、維修程序沒完沒了嘅話，唔知等到幾時啊？同埋尤其是下一個颱風嚟緊啦，咁啊會唔會到時又會造成一個更加嚴重嘅破壞咧？咁所以咧，我哋必須要諗一個即係徹底解決呢個問題嘅一個方法。係咪可以我哋康文署或者地政署可以接管翻呢個公園，令到我哋呢度嘅維修保養啊，係可以同其他即係將軍澳嘅海濱嘅公園咧係可以一致翻呢？土拓署表示，喺工程完成之前，如果遇上超強颱風，並預測本港受風暴潮同埋越堤浪嘅影響，署方會安排承建商安裝臨時沖水式擋水設施，配合建好嘅擋水牆，減低越堤浪